来俗语讲了好。这个天才阿良啦，这个天才阿良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少年人，这点甲因阿爸有够像的啦。这个阿良当年伫外地咧拍拼食头路啦，久久啊讲，倒来厝里甲阿爸安尼抬杠一个，拄好拄到这个年假啦，拢倒来厝内底。一天甲因阿爸安尼出去外口安尼行行散步抬杠啦。到底会拄到什么代志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哎呦，嘿，爸爸，嘿嘿嘿，哎呦，最近天气真冷，你爱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莫去寒着，莫去感冒着。是啦，嘿，天气寒应该是你较有感觉啦你头壳背慢慢去寒着啦嘿。我知，我家己会照顾我家己啦，莫烦恼啦。好。这有一个医啊我已经行三工拢无坐，咱小坐者休困者。咱行3工已经3工啊。咱兜无车无车，无，拢行路的。好啦。阿爸，你坐。好啦，你莫一直烦恼我啦，颠倒是你啦。你安尼规年趟你拢伫外口做事啊，我毋知你最近工课做了安怎？哇，我咧做生意足辛苦的，逐工爱陪人啉酒我身体嘛，啉酒要注意啊，啉酒过肝，啉这是过山。安尼听有无？什么？啉酒过肝，啉这过山。哎呦，过山去过山顶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去山顶，就是我若送你去就麻烦啦，较少啉咧迄个物件毋是底坐伙。你山顶做管理员了。山顶困啦，毋是管理员。哟，我是叫你莫啉遐济，安尼知毋知啊？我知，爸用心。好啦，你拼事业以外，你安尼生一个，你敢有拍算要生第二个啊？我拢准备好啦。好啦，随时都会使。真正逐摆拢安尼讲袂听，啥呢哈？我叫你讲迄边，你往迄边去哈，啥呢拢无爱听我话，啥怎哈？我甲你讲几摆，你也无爱听哈？你当作我是塑胶哈？你当作我是塑胶片哈？讲袂听哈？你这个查某人我讲啊，无救啊啦！你看迄查甫迄个，那迄查某囡仔美甲呢啦，对啊，想离谱啦！我来甲讲一下你这样你看以后个面皮真正有够厚的啦。爸，安尼这人袂使，一个查甫人哪会使安尼欺负一个祖人呢？迄祖囡仔应该是祖囡仔，祖囡仔看起来就敢祖人。恁某才是祖人啊！安尼无我来看情形到底先怎？爸做你，来，我咧讲话讲袂听哈，要讲偌济件哈，讲袂听。这先生啊，你哪会使安尼讲骂甲安尼？人嘛是有爸爸妈妈生出来查某囡仔，你甲疼痛。歹势这位逆上，我靠拍你嘿，你哪会来管我用啊代志哈？别阿爸，你少年诶，讲话遐歹是要创啥？对，阮是来甲你关心一下尔嘛哈。关心你莫伫遐啰嗦好无？这无款你的代志哦。阿爸，我来，来，你这个查甫人，你敢若会晓欺负祖人？查某囡仔，你这个臭俗啦！你就是一个光头的臭俗啦！这奇怪你那咧骂人才奇怪哈！我甲阮女朋友讲话到底关你什么代志啊？女朋友？伊是你的女朋友？是啊，你的女朋友是伊？是，你是食饱伤营啊！关别人的代志，要想要创啥你啊？baby， 你是咧玩啥啦？唔是啊！阿良啊！我即嘛咱无啥你先冤家型哦。我即嘛唔知影是什么情形啊。哟，有淡仔奇怪呢。唔是我跟你讲，咱奇怪这两个人足奇怪早来甲我骂啦，讲我咧欺负你啦。你就是咧欺负查某囡仔。你唔通讲安尼啦。baby，你看啦，我对家带
对拄只就刚才才足奇怪呢。你看哦，你也讲，你也讲。请问恁两个是有啥物代志啊？请问一下，查某囡仔，是，阮是来甲你解救的啦。是，甲我解救。嘿啦，啊，无啦，过两工是我去要面试做演员啦，对啊阮男朋友在陪我练习搬戏，因为嘛较帮忙的，实在是阿公带细姨，baby咱来走啦，莫甲吵，无聊的。惊，恁两个，那样呢？恁伊讲拄我听到阿公带细姨来，讲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你吼实在是吼，我不爱讲你啊啦，你这个查某人，我跟你讲，你无救啊啦。哦，这，是那冤家。你那样呢骂，刚刚骂哈。去管。你做人袂使安尼哦。这位先生哈，这位女士，我刚好捌你哈。我来关心。你讲的遐歹是要创啥哈？我是甲你关心一下尔嘛。关心，你莫伫遐啰嗦哦，这无关你的代志哦吼。阿爸，我来。你这敢若会晓欺负查某人的，操死啦！歹势要喷水我，歹势。你安尼骂人较奇怪哈。我甲阮女朋友讲话，到底关你什么代志？什么？女朋友？伊是你的女朋友？伊是我的女朋友啊！你的女朋友就是伊，我的女朋友就是伊啊！你两个是什么关系？伊是我的女朋友，嘿，对。你是食饱伤营吼，管人甲厝内底代志是要创啥物啊 ？baby， 你是咧吵啥啦？baby， baby 的意思。那感觉看起来应该无啥咧冤家款咧。我即满我感觉莫名其妙啊！哟，真奇怪呢。我知吼，这两个奇怪的人吼，走来甲我骂，讲我咧欺负你啦！你甲讲，哼，奇怪。我请问两位有啥物问题哈？查某囡仔，是。阮两个是来甲你解救的。甲我解救？无啦，过两工是要去面试做演员，查某朋友就陪我练习搬戏啦。因为嘛较帮忙的，实在是阿伯啊爬山，够无聊的，咱莫吵，无聊。咱两个是家暴的。我唔知。阿伯啊爬山，拍破鼓咧。来，恁两个真少咧搬戏吼。较少。来。拄则这查某囡仔讲哦，因是咧讲啦，其实男朋友是咧陪，讲明仔载要去面试，要去做演员咧伴的。这两个家暴的这阿伯仔囝哦，你用插代志，插到这两个这查某囡仔讲，恁两个是第一个叫做阿公带细姨，这个情形啦吼。就是阮两个这个情形。第二叫做阿伯啊爬山，这款的物件赞成第一句阿公带细姨的声，举手。两个。阿公带细姨，安怎讲？跟我讲，跟人无关系啊，就是迄是伊的代志。阿公带细姨跟人无关哦。你是讲因来讲别人阿公要带细姨是因兜的代志？是啊，跟你也无关系。对。恁这边就是赞成讲第二句阿伯啊爬山咯。无。你无拄啊？你一定第一句你无选，你一定选第二句啊。无，我第一句、第二句我都唔知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徛电话叫人使，到徛电话就。所以你无意见？我无意见。好，你的想法是？阿伯啊，爬山都阿伯啊，都是真老啊。啊，伊搁去爬山，啊，都无书找书啊。真济老人早起运动拢去爬山，伊根本无书找书，伊个人咧运动。阿公唔是个愈老。咱讲吼，路见不平，气死迎人，所以拄着代志爱去甲关心，这是对啦。不过有时吼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人出来代志你若管伤济吼，你有时吼管伤济人会嫌你家婆，所以阿公带细姨就是安加一个阿婆。咱以前讲吼，翁亲、母亲、老公婆啊拍车恁，所以老公婆啊拢是牵做伙，所以阿公带细姨是家婆啦。那这问题吼。阿爸带细姨的叫啥？叫一种动物。家母。家母。家母。地老师就搞呢吼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老师呢？老师。来第二句就是讲阿伯啊爬山，伊爬山的时阵吼，尤其若较惊，咱愈爬哪喘。对哦。所以有时候若阿伯啊拄着较惊的吼，伊就徛伫边，我小喘一下。所以阿伯啊爬山就是边啊喘的意思啦。阿伯啊爬山边啊喘。所以若讲照内底所搬出来内容，人咧搬戏，人咧训练，甲你若无地带，啊你个讲东讲西，所以应该是阿伯啊爬山吼，
边啊串啊，这无恁兜的代志啊，莫来遮插安尼啦。哦，所以你那边乌白药是对的。真正是 OK 的。好，不要紧，问对唔对拢一回事，咱了解两句的意思就好。来，拍鼓励。